好多謝你哋 encore 嗌翻我出嚟。如果唔係，我都唔係幾好意思行翻出嚟。你知道行規咧係要咁嘅，係啊，唱到咁上下嘅時候咧，咁我就要作狀行翻入去。咁跟住你哋咧又作狀請翻我出嚟。始終行規同家規一樣，同埋一啲基本嘅法例，我哋都係要守下規矩嘅。多謝，等等啊，等我行個圈先，我要掃乾淨個台啊！呢件衫都似我嘅。企起身俾大家睇下，咁啱喎，係啊，我同你調轉條獎啦。啊？什麼？你是國外寄來的，他很喜歡唱我的歌。那好，那我就讓給你唱吧。佢都怕醜啊，睇到佢，好啦，而家乾淨啦呢個台。咁咧就頭先大家都發覺啦，係咪？喺我哋勁歌熱舞嘅時刻咧，突然之間有一位我哋嘅朋友咧喺中間穿插咗出嚟，為大家演出咗一段 rap 得好精彩。我哋不如請佢出嚟見見大家好唔好？歡迎。小妹姐你好，大家好。Hello。接收。Hello。BB， 佢叫本人 BB。小妹姐你好。係歡迎你哋啊！哇，你真係好勁啊！頭先如果你唔幫我哋 rap 嗰一 part， 我哋都唔知點收科。係唔會有咁多掌聲嘅，我相信。真係多謝你。多謝大家嘅掌聲。我想請教下阿胡人哥哥啊。係。你可唔可以教下我點樣可以 rap？ 我讀個 rap 字讀得唔正啊？唔係正，啱冇問題。rap。你話要合口嘅 rap。咁我就少少唔知。佢係點樣可以將個 rap 咧唱得咁好自然嘅？咁我哋學嚟學去都學唔到嘅，知唔知點解？有啲咩秘訣？你太謙虛嘅。其實 rap 同唱歌咧一樣有好多技巧嘅，但係咧大致上啦就係有三大秘訣。簡單啲講 ，rap 都有秘訣。三大秘訣。一就係音量。音量即係聲音嘅大細。冇錯。聲音。咁音量咧好容易控制嘅㗎。通常咧如果咁樣揸住支咪唱歌咧，把聲會甜啲嘅。但係 rap 係需要矛啲嘅。矛啲即係行啲。咁就將個麥克風擺喺個口度。哇！咁近啊！咁就有力度啦。好似食雪糕咁㗎。啲雪糕係咁流晒喺你手度。第二樣嘢係態度。咩態度？你佢識咗。OK， 態度。態度係好似鬧人咁樣，好惡。好似鬧人。好似阿媽鬧小朋友唔做功課，好似老婆鬧老公唔聽話。咁就係似一個 rapper 啦，自然。第三樣嘢，呢個咧叫身體語言，係無啦啦生出嚟，因為 rapper 通常揸麥啦，一隻手，第二隻手咧就唔知擺喺邊，佢就擺喺呢度啦。四面台對唔住，擺喺呢度，睇唔睇到？喺呢度，後邊嘅朋友喺呢度。大家都睇到啦，你可唔可以示範一次啊？示範，好，1、2、3。好，示範 rap 啊嘛。OK， 嚟我哋要有一個 beat 先啦。
这不是这里的手，来自新加坡，这里的能源不如手上的结果，这么多的是非来不及解脱，只不过为了看到自己信心上锁。什么民主社会，也只不过看你脑子里要什么。我觉得自己受困，我要我叫怎么帮你突破？但是说到底要怎么才能知道心里要的什么？深呼吸，我维持周围的环境，这样的空气，要出息，除非你上不上司下手彻底。3、2、1，就喊到没谁公平，无论在做什么事情都固定，只能把你搞定，失去诚意，当然还在这里，我并没彻底放弃。好朋友在我身边，好心情在我怀里，我知你能够维持正义，你也知道我在支持你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说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说什么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说什么？我不知道你在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说什么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所有你看的都是一组对问题，我才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哇，係聽到好勁嘅，跟住啲內容咧，我一句都聽唔到啊！所以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啦。因為我講緊學，係真係好勁。原來我初初以為好容易嘅，就我好有少少嘅，即係覺得係好易啫咁樣嗰種咁嘅態度。原來發覺呢個態度係錯嘅，原來難嘅。我好同意咧，阿換人哥哥咧，佢話嗰兩個態度，一個就聲量啦，一個就係態度啦。態度。但係第三點咧，我唔係好同意嘅啫。點解係咪因為馬官？嗱，其實咧，你係可以唔好揞住，攞佢隻手，係咁樣唱，因為佢係永遠都唔會走嘅。飛嘅。佢唔識飛，都跟咗咁多年，我知。OK，我哋唔好再講落去，再講落去咁多錯多話。我哋不如唱啲正經嘅歌嚇，好正經嘅呢隻歌，係我其實我有好多嘢想同你講，不如我哋用一曲吐心聲啦。你應該都識唱啲歌吧？我考下你先啦。OK。不知道為了什麼。它圍繞着我，我每天都在祈禱，快帶走愛的寂寞。那天起，你對我說。不知道為了什麼，要找它圍繞着我每天都在祈禱，快趕走愛的寂寞。謝謝你，謝謝